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加密九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区块链项目，叫 Mobla。Mobla 呢是一个 Web 3.0的一个数据聚合器啊。目前这个项目呢，在这边有一个活动啊，就是呢每天进来签到了就可以领取它的这样一个代币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呢，它主要的一个用途。那我们刚刚也讲，它是一个 Web3.0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聚合器啊，是一个去中心化和无缝的一个数据聚合器，将利润重新分配给用户，并在链上的做这个处理这个数据啊。那我们有看到这个使用这个 Mobile，然后就可以赚取它这个代币啊，包括我们在这个上面，它可以跟踪我们这个投资组合，包括还有一些到的图票等等，它都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显示。我们有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资产，它都可以进行跟踪，包括它的一些社交的一些这个啊、呃社交，还有它的一个网页等等都可以看到的，都可以通过它的这个 mobile 这样一个页面就可以查看到所有的信息，包括它的涨跌和这个涨跌情况等等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啊。好，这就是它的一个项目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获取到它这个代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有看到这里它有一个 ON，然后呢我们要点击连接钱包，它目前呢是在 Polygon 这个网络上的，所以我们点击连接钱包啊。好，接下来呢连接钱包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要点一下这个 ON 啊，点这里去参与它这个代币的一个领取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有看到它这里有日期的啊，一个星8天啊，我们有看它好像这里有按照8天的这样一个排序了啊，1、2、4、1、1、1这个3天之后就会增加2个，8天之后呢又会增加到3个，7天之后增加到4个，8天之后加5个，应该是8天之后，如果你每天来的话都是一样的，都会加5。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也看它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第一次进来之后，它这里有任务，一共有几个任务，我们有看了，它一共有7个任务。你把这7个任务全部完成之后呢，每个任务都有15个这样一个代币给到我们。那我这里已经完成2个，我们有看到给到我15个啊，那2个就是30个。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去完成它的任务，我们也看到它这里有一些任务，我们去完成一下就可以了。点一下这个，点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鼠标变成一个小指头了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下，它就进入它的一个任务页面了。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它这里的话呢还没开放啊，目前没开放。我们看它这里还没开放啊，6月25号啊才开放，所以这里的话呢你想去操作的话呢，可能还不行啊，需要等。好，我们继续返回到这个任务的页面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又完成了一个，然后继续这里继续每一个都点一下。总之，它这个呢非常简单的，非常非常简单，然后钱包一连接，然后呢就可以了。当然这里呢填钱包不用一直点，我们这里因为网络有关系可能是。好，这边的话依然是的，6月25号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来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又已经发现已经完成差不多了，继续点啊，继续点。好，这边是它 plugin 啊，Polygon。好了，继续飞来，然后这边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全部完成。好，没有看到全部完成，这边的任务全部完成了。全部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又发现它有新增了加了新的任务过来，让我们继续点。好，它只要给我们任务，我们就去全部完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刚刚继续把这所有的全部点完，看一下。
好了，这边的任务全部完成了啊，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任务啊，它后面还有很多的。那我们每天来去完成它任务，就可以获得它代币。我们看一下，完成所有代币之后，我们然后获得105个这个代币啊。然后当然你还可以分享，分享朋友的话呢，好像可以获得25个这个代币。好了，这个项目呢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另外一个项目的一个空投啊，那差不多有2万多美金的一个2万美金加上3000个这个盲盒的一个空投。怎么去操作呢？首先的话，我们要来到这里啊，进来这个页面，然后去领取，领取之后呢，然后进入到电脑端的点一下这个青蛙啊，手机上的话点左上角的一个返回按钮，然后来到首页，来到首页的话呢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切换一下，切换成中文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去开一个盲盒啊，开一个盲盒啊，开一个盲盒。然后开盲盒我们点一下就行，点一下我们在这里选择男或女就可以了啊。你想要开个女士的你就开女士的，男士就男士。开完盲盒你可以啊，你想要添加对象为好友的话，你就添加对象为好友。当然了，这个通不通过呢，这是两码事情的啊。别人有权通过，有权不通过啊。好了，这是它的一个步骤。好了，开完盲盒之后，现在回来这个页面去完成它的一些任务啊。这些任务呢比较简单，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任务，比如说呢关注他的这个推特、转推、加入电报，还有访问他的网页，然后呢在这边我们要提供我们刚刚开盲盒的这个地址啊，输入到这里就可以了啊。BP20，因为选择币安链啊，一定是币安链的。你其他的可能就不行，我们要填写币安链的一个地址，然后填写到这里就可以了。第一名是20名啊，分享500美金，然后还有3000多个盲盒啊，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个分配的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频道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呢，可以点开小铃铛，加个关注，点一个赞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